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一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00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07天。俄乌双方继续在库尔斯克进行这个激烈的战斗这个根据媒体报道说俄朝联军在库尔斯克州的小洛克尼亚，也就是那个苏贾市以北和马尔蒂诺夫卡，就是苏贾是连续1个星期的攻势不断遭到失败。虽然媒体报道就是朝鲜的士兵也加入了库尔斯克战斗，但是效果看样子不佳呀。毕竟这个朝鲜的士兵他并没有实战经验，对这个现在流行的打法也不太清楚，对吧？现在是以无人机加这个精确火炮然后这个什么集束炸弹、钢雨都这些玩意。这个朝鲜的士兵恐怕擅入打那种伏击这个钻山沟子运动战，对吧？偷偷摸摸的运动到敌人的后方，要么就是通过地道发动突袭，要么就是利用这个山林林地这地形隐藏，匍匐前进摸到敌人后方类似这种搞法。但是这些招数在库尔斯克通通的不好使，因为大家看视频就知道了，库尔斯克基本上就是大平原，没有山，那玩意只能靠那个装甲车把人往前送，你要靠腿着往前爬，那这不能想象。朝鲜的士兵由于长期的训练，恐怕比较适合那种互相在战壕里互相射击，然后时不时扔个手榴弹。但现在它不是这种打法现在都已经改成无人机，自杀式无人机，对吧？然后这个1.5毫米的火炮远距离精确打击。然后也有媒体说所以这个朝鲜吃了亏，然后从这个朝鲜国内又调这个重装大炮准备前去轰170毫米的这种榴弹炮，还有这个240毫米的大口径多管火箭炮，准备要对库尔斯克乌军的阵地进行火力覆盖，要来个排山倒海。所以库尔斯克这战线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双方在那消耗。然后这个乌军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打击布良斯克地区这个军火库1天之后又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袭击。乌军不仅摧毁了别尔格莱德军工厂，还首次使用英国制造的风暴鹰营导弹打击库尔斯克朝鲜士兵的兵营。乌克兰军队公布了无人机拍摄的风暴鹰营导弹袭击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马里诺的画面显示，导弹瞄准了该设施的次级建筑，至少击中了3栋建筑。这个就是昨天咱们说的俄罗斯总统府管理的疗养院，实际上是地下室地堡里面是俄军在库尔斯克的一个前线总指挥部，这回让风暴鹰给他摧毁了。这个恼羞成怒的地堡老人立马还以颜色。11月21日，俄乌战争爆出重磅新闻，俄罗斯从阿斯特拉罕州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也就是昨天说的 RS-26 边界导弹，攻击了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市。这是自冲突爆发以来，洲际弹道导弹首次被用入常规战争。尽管弹头未携带核弹头，就是导弹携带的是普通的弹头，其象征意义与战略意义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咱们看看这个泽连斯基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Дорогі українці, українки, 21 листопада Україна відзначає День Гідності та Свободи. Згадує 2 українські революції, вшановує те, які українці насправді. Сьогодні ж наш божевільний сусід вкотре показав, який він насправді, як він зневажає і гідність, і свободу, і взагалі життя людей. І як він боїться. Боїться настільки, що застосовує вже нові ракети. І шукає по світу, де б ще знайти зброю. То в Ірані, то в Північній Кореї. Сьогодні була нова російська ракета. Всі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 швидкість, висота між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ої балістичної. Зараз тривають експертизи. Очевидно, що Путін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 Україну як полігон. Очевидно, що Путін боїться, коли поруч з ним просто є нормальне життя. Коли люди просто мають гідність. Коли країна просто хоче бути і має право бути незалежною. Путін робить все, що завгодно, тільки б не дати сусіду вирватись з його рук. І я дякую всім українцям, усім українкам, які захищають Україну від цього зла стійко, хоробро, міцно, гідно. Це одне з головних слів про Україну – гідність. І це слово, яке, мабуть, вже ніколи не скажуть про Росію. Сьогодні я підпишу указ, яким введено в силу рішення РНБО саме про гідність, про повагу до справжніх героїв, героїв України, до усіх наших гідних людей і про чесне ставлення до тих, хто обрав іншу сторону, обрав Росію.
і підлістю. В першому списку таких осіб 34 прізвища.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实际上就是泽连斯基承认了啊，这个俄罗斯用了这种洲际导弹，能打9000公里啊，这种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这第聂伯罗市，然后南方机械制造厂。乌克兰总参谋部尚未对此消息发表评论。乌克兰空军在报告中称，这次袭击没有造成任何后果。实际上啊，这昨天就已经说了，这个普京啊用洲际导弹，对吧？50吨呢，能打6000到9000公里这么远去打邻国，这就是叫高射炮打稳，这纯粹是浪费啊，对吧？这个是洲际导弹，它是核载具，主要是装这个核弹头，威慑语。这种导弹啊，打一颗少一颗。当然了，俄罗斯它是这个导弹它也是新型导弹，一共试验4次，对吧？这一次它用来实战，恐怕正好一举两得。但问题是这种导弹俄罗斯不多啊，对吧？你炸完了就没了。实际上俄罗斯现在不富裕啊，这么挥霍，那已经啊，这个叫穷途末路啊。根据乌克兰人最近击落的俄罗斯的。就从这个击落的俄罗斯的发射这个 KH-101巡航导弹中，发现了旧的苏联 R-95 300发动机，而不是俄罗斯通常使用的标准的叫 TRDD-50A 发动机。实际上这个 R-95 300发动机啊，俄罗斯早就不再生产，早就这个停产。那怎么现在还有这种发动机？说明是从那个过去老旧的导弹，比如 KH-55这种巡航导弹，这就是苏联时期造的，都40-50年了啊，把这个导弹发动机给它拆下来。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俄罗斯它已经穷途末路啊，这时候还发射这个洲际导弹打。媒体说啊，这个导弹一共飞了5分钟，这个啊充分说明普京啊已经黔驴技穷，还是以恐吓为主。有人说啊，这个俄罗斯升级了战争，实际上这个谈不上升级啊，因为它虽然这个是洲际导弹啊，又粗又长，但实际上呢，它就是装了普通的炸药，这个效果啊，大家记住了，还没有那个 FAB3000那个效果大，对吧？也比不上什么温压弹。所以说啊，就是他用这种洲际导弹攻击乌克兰，我认为不算升级。升级是什么意思啊？要么用核武器，要么呢拖第三国下水。比如说朝鲜公开说他派兵跟这个俄罗斯啊并肩作战，哎，这个叫升级，性质变了。你比如说波兰或者北约其他国家宣布派兵进入乌克兰啊，这个叫升级。还有一个就是核武器啊，这也叫升级。自从这个拜登啊对乌克兰武器解禁以后，英国、法国也解禁，这个普京啊马上就修改了他的核学说，完了今天啊就朝乌克兰放了一个洲际导弹，看上去好像很强硬，实际上是充分的反映了他内心的虚弱、手足无措、色厉内荏。我判断啊，普京是绝对不敢动核武器，他永远只是恐吓，不敢真用。他即便改了核学说，对吧？这个拉夫罗夫啊天天强调让美西方那些领导啊看一看，哎，我们俄罗斯改了这个核学说，你们要研究啊，你不研究那怎么吓唬你？这美西方领导人他就装作没看见，都不搭理，那这个恐吓效果不就没有了，起不到吓唬的作用。所以拉夫罗夫很着急啊，天天对吧，在那个 G20 峰会上就要求大家啊，你们一定要看一下，那你不看那不白改了吗？为什么我说这个普京他是虚张声势呢？他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给这个还没上台的啊特朗普施压，对，他做出这种要升级战争的意思，这种姿态。因为特朗普说了，让你普京你不要升级战争。实际上大家记住了啊，乌克兰进入库尔斯克这个就已经踩踏了、触碰了俄罗斯动用核武的底线，所谓的红线，因为他宪法里就已经写了，而且是普京自己亲自签字生效的。而且梅德韦杰夫啊一直说，对吧？大家记得去年前年吧，梅德韦杰夫天天念叨，谁要攻击俄罗斯本土，那就把它和平。最早说的是克里米亚大桥，你要炸我就把你和平。后来说克里米亚大桥啊确实有争议，不一定算俄罗斯的，扯不清。那好，库尔斯克总是俄罗斯的吧？这乌克兰进入库尔斯克已经触动了普京的底线，他怎么不敢动啊？核武都不敢用的。这个陆军战术导弹虽然很厉害，能打300公里，实际上它和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哪个影响大，对吧？造成政治上、外交上的影响，那肯定是进入库尔斯克大呀。你俄罗斯的领土被人家占了，对吧？这个能打300公里又能怎么样？也无非就是给俄罗斯增加了难度，俄罗斯得往后退一退，哎，发起反攻啊，难一点。所以普京不可能因为拜登啊允许用这个陆军战术导弹，他就动核武器，那只能是恐吓。第二个啊，我认为啊，普京即便用核武，他也等到这个特朗普上台，因为他现在抱有一丝希望。他现
现在动核武，那你不是给这个拜登本来在打瞌睡，你给他递个枕头，这普京一定会等到特朗普上台，谈判失败，没路可走了，那个时候才有可能考虑用核武。但是我断定他还是不敢用，他只是那个时候考虑，现在他还有很多路可以走啊，他怎么可能把自己弄上绝路呢？动核武那是绝路啊！咱们底线思维啊，普京如果对乌克兰动用核武，你一颗核弹能让乌克兰灭国吗？能让乌克兰国家完蛋吗？能让乌克兰投降吗？根本做不到。那即便美国北约不用核武器反击的话，乌克兰短时间内也会搞出核弹，一样的会让往莫斯科、往圣彼得堡。就是咱们底线思维，就是比如说，美国、北约。他总不能因为普京往乌克兰扔了一颗战术核武器，他们也往俄罗斯扔战术核武器，这个可能性不大也有可能不扔。那人家乌克兰自己很快就能搞出核武，3个月，美西方就会援助他技术原料，他搞一颗出来之后，搞几颗扔到俄罗斯，俄罗斯受得了吗？第三个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你地保老人可以对吧，活腻歪了，你绑架那么多俄罗斯人，人家愿意跟着你一起沉船吗？只要一用核武器，那俄罗斯是必输，根本赢不了，全世界的谴责他，连这个东大呀都不能容忍先用核武器，那俄罗斯是彻底没朋友啊！印度同意他用核武器吗？对吧？现在2个印度跟俄罗斯暧昧，一旦他动用核武器，这2个印度也会跟他分道扬镳，他怎么坚持啊？最后一点就是泽连斯基说的普京热爱生活，他自己还没活够呢，他怎么会找死呢？所以说这个地保老人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不过是例行的核恐吓的手段，虚张声势，表示我真急了，急眼了你看看这美西方国家就没把这当个事，都懒得搭理。现在等普京缓一缓，毕竟这个乌克兰武器解禁给普京面子上过不去，心理上也造成了伤害，所以给他缓一缓，缓不了多少天这个拜登说不定又要甩出个王炸出来，又要资助这个乌克兰，说不定什么战斧式巡航导弹就来了。也就是说拜登手上可打的牌太多了，随便甩一张出来，但是普京手上已经没有牌可打，他除了手上忽悠那个司令官，把司令官拖下水，他没有牌可打。但是这个俄罗斯方面很有意思他们对这个用洲际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现在是闭口不谈。这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他对记者说关于俄军是否在乌克兰使用洲际导弹的问题，应该向国防部求证，就是我不知道。然后这个扎哈罗娃在那个记者招待会上，正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他电话响了，媒体说那个电话告诉他不要谈论关于弹道导弹的事。我们再看这个泽连斯基他在接受克斯新闻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乌克兰不能为了军事手段收回克里米亚而损失数万人，但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收回。乌克兰不能在法律上承认任何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属于俄罗斯。什么意思呢？我在想泽连斯基的这个表态很有可能是个烟雾弹，意思就是说乌克兰不能为了军事手段收回克里米亚而损失数万人，也就是说乌克兰要用军事手段进攻克里米亚的话，恐怕要牺牲很多人，所以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收回。我认为泽连斯基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就是为了迷惑俄罗斯，也就是说很快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就要被炸掉。我在以前节目说了这个克里米亚反而是美国、英国、土耳其、北约这些国家最感兴趣的，对吧？你是乌东4个州，实际上对英国来说，对土耳其来说，这个他们是尊重乌克兰的，他们并不真正的关心，对吧？他们更关心的是克里米亚。在英国的帮助下，乌克兰人用他的这个海洋宝贝也就是那个无人体，对吧？把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给打垮了。为什么要这么干？实际上就是想把俄罗斯的势力从黑海赶走，或者极大的压缩俄罗斯在黑海的空间。这个符合土耳其的利益，也符合黑海沿岸其他北约国家的利益，更符合英国的利益。就为了黑海为了克里米亚，对吧？土耳其跟俄罗斯打了几百年，这英国跟俄罗斯也打过150年吧，反正也是不短的时间，就是为了这地方抢来抢去的。你说这一次天赐良机，这些国家能把它让给俄罗斯吗？泽连斯基说外交途径收回，因为外交途径怎么可能收回呢？只能靠武力，只能靠打。所以说这个泽连斯基很有可能是放烟雾弹。如果不是武力收回，那乌克兰没有必要，对吧？狂轰滥炸的克里米亚的这个防空系统。根据这个彭博社获得的一封信函说，美国总统拜登告诉国会，他计划取消乌克兰所欠的46.5亿美元债务，这是在赶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增强对基辅支持的一系列举措中的最新动向。46.5亿的美元债务免了，所以这最后的2个月里面拜登还能干出什么事来？这个恐怕后面应该还有后续的招这个也是美国媒体爆料他说乌军美制陆军战术导弹库存不多了。当地时间11月21日早，这个布斯杂志网站
站报道说，乌克兰总共可能只有不到50枚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目前已经使用了一定数量，剩余库存可能已不多。这个波老人来说啊，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坏消息就是拜登啊对乌克兰的武器解禁了，好消息是这些武器啊乌克兰已经不多了。那你说普京他听了这消息是高兴呢还是生气呢？给我感觉好像就是中和一下，对吧？让地波老人情绪不要过于波动啊。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电报频道啊，俄罗斯的这个社交媒体啊报道，这个什么2月早晨这个社交账号啊说啊，2024年11月12日夜，一名28岁的俄人民友谊大学语文学系女教师安娜，在距离战区15千米的库尔斯克人民共和国利戈夫区克罗姆斯基耶贝基村遭到约4到5名朝鲜士兵的轮奸。说受害人于11日到达库尔斯克人民共和国出差5天。这是俄国防部俄人民友谊大学语文学系联合实施的专门针对朝鲜驻军的语言文化及日常生活适应项目。该教师负责给朝鲜军事士兵上语言课，结果半夜朝鲜兵趁他睡着，给他嘴巴封住，手捆上，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剧烈运动。2个小时后，由于朝鲜士兵大多是喝醉酒状态，这个女教师趁机逃脱。当然这个是俄罗斯的这个自媒体报道的啊，真假不太清楚，很有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朝鲜士兵到了库尔斯克之后估计天天没事就浏览那些网站，成人网站，然后再喝酒，再加上生死未卜就是这一去活了也不知道，所以他们这几种因素之下，在酒壮怂人胆，所以就把他语言辅导老师给凌辱了。不知道俄罗斯人是作何感想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俄罗斯媒体报道，超过一半的俄罗斯空客飞机因发动机磨损而无法飞行。在66架 A320 飞机中，目前有34架处于闲置状态，情况最糟糕的是S7航空公司，该公司39架空客飞机中的31架现在无法使用。这个我在很久以前就说过了这俄罗斯马上天空中这民航客机越来越少。俄罗斯国内因为俄罗斯领土非常幅员辽阔非常大，有时飞机飞不了，对吧？航班越来越少，俄罗斯国内这些城市之间这种交流、人员流动、商务活动恐怕是越来越少，一般的飞机也不敢坐，因为现在俄罗斯基本上每个月都有飞机失事。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欧盟和美国制裁，它没有零配件，也没有办法保养，把波音飞机送到伊朗去保养，闻所未闻。我觉得很快恐怕世界上各个国家那个机场就要禁止俄罗斯航班降落，因为它的飞机保养不行零配件都有问题，一降落万一出问题麻烦了。这个俄罗斯的央行行长周二在国家杜马发表讲话时表示，俄罗斯经济中几乎所有可以用的资源目前都已参与其中。参与哪个其中呢？实际上就是对乌克兰的战争。咱们就早就说了，俄罗斯已经实行这个战时经济所有的资源都向战争这儿集中。央行行长说该国首次发现自己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失业率从 2.4% 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也就是俄罗斯它没有失业，失业率非常低。不仅失业率低，而且现在人员短缺继续增加，很多工作都没人做。为什么呢？为什么俄罗斯的失业率低？理由很简单，就一部分人在乌克兰前线成了耗材，对吧？这个恐怕70多万青壮年，更多的人去生产军工产品，所以其他的方面民生方面它就缺人，所以它的失业率非常低这就是黄俄说的越打越富有。那都没有失业了嘛，大国就是失业闹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即将离任的美国拜登政府在继续为乌克兰冲突火上浇油，这是即将离任的美国政府非常不负责任的立场，哪怕有一点结束的进展，也会千方百计加以阻碍，并在自己与俄罗斯的战争中把乌克兰当枪使。这个俄罗斯人一如既往的颠倒黑白只要俄罗斯人从乌克兰撤出部队，什么事都没有了，一切烟消云。但是他就是不撤出，完了侵占乌克兰的地，指责别人拱火浇油，指责别人帮乌克兰的都是不负责任。如果你们这些国家不帮他，我早就完成了这个土地吞并计划。所以说这个拜登为首的这些美西方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这就是强盗的嘴脸了。你不顺从他，你就是不负责任。所以说这个普京他只听得懂大炮的声音，理是讲不通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